珠海8-1方4房單位，望翻咁靚嘅一個中心湖景，仲要係現樓現證，送埋全屋家私電器俾到你，而且係零首期，直接拎包入住，敢唔敢信先？嗱，門口入嚟。入戶花園全贈送俾到你，而且入戶花園都係望翻咁靚嘅 view 嘅，落地採光窗，南北對流雙露台嘅戶型設計哈，有埋中央冷氣俾到你嘅，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俾到你，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噶啦。現樓現證，冇花冇假，呢邊景觀露台都係望翻花園湖景嘅，連翻嗰邊哈，入邊4間房慢慢睇下，而且呢度周邊配套成熟齊全啦，5分鐘可以到翻華發商多。買嘢食嘢方便嘅啦，睇下房間方面，飄窗位全贈送啊，四正，3間房都係望翻花園景觀嘅。咁呢邊呢就正啦，多功能房做個書房、兒童房，望翻成個中軸湖景園林嘅景觀嘅，視野開闊冇遮擋嘅。最後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嗱擺個1.8米大床啦，飄窗位就全贈送，望翻花園。套廁嗰邊呢就直望翻湖景嘅，乾濕分離做好晒俾到你。屋苑門口就有翻港澳直通巴士啦，可以到翻香港嘅荃灣、太子、旺角，一站式直達，唔使你煩，個半鐘就可以到翻過去，零首期拎包入住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留言俾我。